香港嘅公共設施有唔同嘅政府部門妥善管理，但係大學站附近呢，竟然有一條三不管天橋喎。條天橋咧就位於麗屏路巴士站以南，連接大埔舊路同埋吐露港公路隔離嘅單車徑嘅。因為路況一度惡劣，沙田區議會喺2021年曾經查詢過，點知發覺咧原來係6不管嘅。咁屋宇署、地政署就回覆話冇天橋嘅審批建造同埋維修資料啦。路政署就話天橋唔係佢哋維修保養，運輸署就冇回覆。九鐵回應話天橋係屬於官地，港鐵就話冇記錄啊。話說喺80年代初咧，中大對出個吐露港要填海，東鐵就唔再使用大學站以南嘅3號隧道，改為露天路段。為咗俾行人橫跨火車軌咧，1983年上半年就出現咗呢條天橋啦。咁1997年7月嘅一場暴雨之後咧，天橋附近就發生山泥傾瀉。當時嘅九鐵同4個政府部門聯絡，確認咗呢段嘅斜坡係由九鐵管理嘅，仲曾經派過人去清理山泥同埋維修。咁啊，似乎天橋同埋山坡係屬於九廣鐵路公司條例嘅範圍入邊嘅，但係今時今日咧，港鐵就冇記錄喎。另外咧，呢條橋至今仍然係冇路政署嘅結構編號，設計亦都唔符合標準，淨係得一個超過1米高嘅欄杆嘅啫，但係又冇扶手嘅喎。咁行動不便嘅人使用嘅時候咧，就會有困難嘅。咁2019年咧曾經裝過鐵絲網，但係咧就之後就唔知責任誰屬啦。權責不清之下，2022年4月，路政署就負責重鋪路面同埋填平坑渠，以改善路況。但係因為仍然係冇文件同埋記錄，事後咧仍然係冇人接收條天橋嘅。如果行人要由大埔公路馬料水段行去大學站，過往可以穿過崇基，經過中大內部去火車站。但因為而家公眾人士要登記身份證咧，先至可以入到去中大校園。呢一條嘅天橋就成為咗唯一嘅捷徑。即使附近嘅人口唔多，但係平日咧都仍然有人使用嘅。